100億美元木材加工與副產品產業。講起越南製造業，好多人淨係諗到手機、衫褲鞋襪，但你可能唔知，越南其實隱藏住一個年出口額過100億美金嘅隱形冠軍——木材加工業。越南依家已經係東南亞第一，全球排名前5嘅木材及木製品出口國。歐美市場無數嘅高端家，其實都係 Made in Vietnam。呢度有豐富嘅林業資源，加上熟練嘅技術工人，吸引咗大量外資廠落戶。但最把炮嘅係佢哋識得廢柴變黃金。以前做完家剩低嘅木糠、廢木材，依家會被加工成木質火粒 （wood pellets）。呢啲係極受歡迎嘅生物質綠色能源，每年以100萬噸計咁瘋狂出口去日本同韓國，絕對係悶聲發大財。呢個產業對投資者意味住咩？受惠於中國加一供應鏈轉移，加上越南簽咗一堆自由貿易協定 FTA， 木材加工業嘅爆發，直接推高咗北越同中南部工業園區廠房同埋物流倉儲嘅龐大需求。由傳統家製造到綠色能源出口，越南木材業正迎來黃金時代。你對呢個板塊嘅投資前景有咩睇法？留言同我傾下啦！想掌握最貼地嘅越南商業分析，記得想了解更多，即時聯絡我。